佛告维提悉：汝及众生，应当专心，系念一处，想于西方。当观落日，正坐西厢。闭关于日，令心坚住，专想不移。见日欲没，状如悬鼓。既见日已，闭目开目，皆令明了，是为日想。自当观想，想于西方，皆是大水，见水澄清，亦令明了，无分散意。既见水已，当起兵想。见兵应撤，作琉璃想。思想成已，见琉璃地，内外应彻。下有金刚宝床，擎琉璃地。宝床八面，百宝所成，一一宝珠，有千光明。一一光明84000色，应琉璃地，如1000日，不可具见，是为水想。琉璃地上，一一宝中，有500色光，其光如花，悬处虚空，成光明台。楼阁千万，百宝所成。水想成时，宝地亦成。一一观之，即令了了。唯除时时，恒忆此事。如此想者，名为粗见极乐国地。若得三昧，见彼国地，了了分明，是为地想。若观是地者，除81劫生死之罪，舍身他世，必生净果。我们观想7重行树，一一树高8000由旬，7宝花叶作一宝色。琉璃色中出金色光，玻璃色中出红色光，玛瑙色中出砗磲光，砗磲色中出绿珍珠光。珊瑚琥珀，一切众宝，以为应饰。妙珍珠网，弥覆树上。一一网间，有500亿妙花宫殿，如梵王宫，天童在中，璎珞光明，照百由旬。夜间妙花，永生诸果，如地势平，有大光明，化成床幡，无量宝盖。于宝盖中
应现十方佛国，是为树想。我们观想，极乐国土有8池水，一池水七宝所成，其宝柔软，从如意珠王生，分为14支，黄金为躯，杂色金刚以为底刹。一水中有60亿七宝莲花，其摩尼水流注花间，循数上下，如意珠王涌出金光，其光化为百宝色鸟，和鸣安雅，常赞三宝，是为8功德水响。我们观想，琉璃宝地有8交道，黄金为绳，以界其侧，一界上七宝楼阁500亿多，诸天于中作天际乐，又有乐器悬处虚空，布谷自鸣，皆说三宝。此想成矣，名为粗见极乐世界宝树、宝地、宝池，是为总观想。若见此者，除无量亿劫极重罪业，命中之后必生彼国。我们观想，七宝地上有一莲花84000叶，一叶间100亿摩尼珠，以为应饰。一摩尼珠放千光明，其光如盖，七宝合成，遍覆地上。毗棱且宝，以为其台，妙宝珠王，以为教室。于其台上自有宝床，一宝床如须弥山，床上宝幔如夜摩天宫，500亿珠以为应饰。一宝珠有84000光，一光作84000亿种金色，一金色遍其宝土，处处变化，各作异象，或为金刚台，或作珍珠网，或作杂花云，于10方面随意变现，施作佛事，是为华作想。见此事已，自当降佛。诸佛如来是法界身，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。是故心想佛时，是心即是32相80随行好。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诸佛正遍之海，
从心想生。是故应当一心系念，地观彼佛。想彼佛者，先当想象。闭目开目，见一宝相，如阎浮檀金色，作宝莲花。见相坐已，心眼得开，见极乐国，如观掌中。观音菩萨坐坐花座，势至菩萨坐右花座。此相成时，佛菩萨相皆放光明，其光金色，照诸宝树。一一树下有三莲花，皆三圣相，遍满彼国，是为相想。作是观者，除无量亿劫生死之罪，于现身中得念佛三昧。我们观想阿弥陀佛，身相光明，如百千万亿阎浮檀金色。佛身高6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由旬，白毫婉转，如五须弥山，干木澄清，如四大海水。身诸毛孔，眼出光明，彼佛圆光，如100亿3000大千世界。于圆光中化佛无数亿。阿弥陀佛遍身放光，一一光明，遍照十方。念佛众生摄取不舍，但当一想，令心眼见。见此事者，即见十方一切诸佛，以见诸佛故，名念佛三昧。我们应当细心谛观阿弥陀佛。观阿弥陀佛者，从一相好入，但观眉间白毫，即令明了。见白毫相者84000相好，自然当现。见阿弥陀佛者，即见十方无量诸佛。得见无量诸佛故，诸佛现前受记，是为遍观一切色身相。我们观想观世音菩萨，身紫金色，顶有肉髻，相有圆光。其圆光中有500化佛，如释迦牟尼；一一化佛有500化菩萨，无量诸天以为侍者。
举身光中，五道众生一切色相皆于中现。毗棱且宝，以为天官。其天官中有一力化佛，眉间毫相，被七宝色，流出84000种光明。光中化佛无量无数，一一化佛，无数化菩萨，以为是者，变现自在，满十方界。见此事后，我们当作以往生想，当起自心，以生极乐，于莲花中结跏趺坐，观想莲花一合一开。莲花开时，有500色光来照身想。眼目开想，见佛菩萨满虚空中，水鸟树林给予诸佛，皆演妙法。如是见时，名普观想。阿弥陀佛化身无数，与观世音及大势至，常来至此，行人之所。我们观想大势至菩萨，身量大小如观世音，举身光明，照十方国，作紫金色。但见菩萨以毛孔光，即见十方诸佛净妙光明。故此菩萨名无边光，以智慧光普照一切，令离三途得无上利。故此菩萨名大势至。菩萨天观有500宝花，十方佛国广长之相，皆于中现。顶上肉髻如波头花，于肉髻上有一宝瓶，呈诸光明。菩萨行时，十方世界一切震动，当地动处，宝华庄严，如极乐世界。菩萨坐时，七宝国土一时动摇，西方三圣无量分身皆悉云集。作此观者，名为观见大势至菩萨，是为观大势至色身相，除无数劫阿僧祇生死之罪。作是观者，不处胞胎，常游诸佛净妙国土，经须臾间历世诸佛，遍十方界，于诸佛前四地受记，还至本国，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，是名上品上生者。我们观想阿弥陀佛威神光明，最尊第一，十方诸佛所不能及，光明普照十方世界，无量无边，无数佛刹。阿弥陀佛
光明善好，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。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，亦号无边光佛、无碍光佛、无等光佛，亦号智慧光。我们当下观想常照光，清净光，欢喜光，解脱光，安稳光，超日月光，不思议光，摄受我们。其有众生欲思光者，垢灭善生，身意柔软。若有众生闻其光明，威神功德日夜称说，至心不断，随意所愿，得生其国。我们观想菩提树高400万里，其本周围5000由旬，枝叶四布20万里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，花果芙蓉光辉遍照，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，众宝之王以为璎珞，真妙宝网罗覆其上，100千万色互相映视，无量光颜照耀无极，一切庄严随应而现，微风徐动，吹诸枝叶，演出无量妙法音声，其声流布，遍诸佛国，清畅哀亮，微妙和雅，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。我们当下度菩提树，闻声嗅香，尝其果味，触其光影，念树功德，皆得6根清净，无诸恼患，诸不退转，至成佛道。我们观想阿弥陀佛讲堂精舍，楼观栏楯，一阶七宝自然化成，复有白诸摩尼以为交落，明妙无比。我们所居宫殿亦复如是，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，有在地受经听经者，有在地经行者，思道及坐禅者，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，经行思道及坐禅者，获得须陀洹，获得斯陀含，获得阿那含、阿罗汉、
未得阿惟越致者，则得阿惟越致。各自念道、说道、行道，莫不欢喜。我们观想讲堂左右泉池交流，湛然相结，具八功德。持世七宝，地布金沙，中宝莲花，杂色光茂，弥覆水上。我们观想过遇此水，欲至足者，欲至膝者，欲至腰腋，欲至颈者，或欲灌身，其水一一随众生意，开神悦体，静若无形。十方世界诸往生者，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生，悉受清虚之身，无极之体。我们观想极乐世界所有众生种种受用，一切丰足。我们的宫殿、服饰、香花、幡盖、庄严之具，随意所需，悉皆如念。复有众宝妙衣、冠带、璎珞，无量光明，百千妙色，自然在身。所居舍宅，宝网弥覆，悬珠宝铃，楼观堂宇，广狭方圆，或大或小，或在虚空，或在平地，应面现前，无不具足。我们观想其佛国土，每于时时自然得风徐起，吹珠罗网及众宝树，出微妙音，流布万种温雅德香。其有闻者，尘劳垢习，自然不起。风触其身，安和调适，犹如比丘得灭尽定。复吹七宝林树，飘花成聚，种种色光遍满国土，随色次第而不杂乱，柔软光洁，如兜罗棉，足履其上，没身四指，随足举矣，还复如初。彼佛国土常作天乐，黄金为地，昼夜60，欲天曼陀罗花。我们当下各以一格，成众妙花，供养他方10万亿佛。我们观想众宝莲花周满世界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，其花光明，无量种色，
青色青光，白色白光，玄黄珠子，光色亦然。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，应是真奇，明耀日月。一一花中出36百千亿光，一一光中出36百千亿佛。深色紫金，相好殊特。一一诸佛，又放百千光明，普为十方说微妙法。如是诸佛，个个安立，无量众生于佛正道。我们观想自己成佛威神，于一念起，复往十方无边尽刹，供养诸佛，花香传幡，供养之具，应念即至，皆现手中。真妙殊特，非世所有。以奉诸佛及菩萨众，其所散花，集于空中，合为一花，花皆向下，端圆周匝，化成华盖，百千光色，色色异香，香气普熏，十方世界。十方诸佛应念，受其供养。我们观想自己游处虚空，宫殿随身，无所障碍，遍至十方，供养诸佛。观想十方诸佛为欲方便，利益安乐，诸有情故，各诸本土，现大神变，说成谛言，劝诸有情信受此法。汝等众生，应当信受此法。是故此经名为称赞不可思议国土功德，一切诸佛摄受法门。若善男子或善女人得闻是经及诸佛名，深生信解，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。如说行者，不退转于阿耨多罗3秒